羅范椒芬講咩？先通過後檢討，就係賊，係強盜嘅行為，係不知所謂，係歪理，係胡說八道，係禮環節曲。今日我呢位微不足道嘅小市民喺我歷時下一位之前，都要離場抗議，以表示不滿。List 下一位譚啟斌先生。主席，我係反對喺而家諮詢不足同埋缺乏公眾討論嘅情況之下，趕住喺新政府上任嘅時候更改政府架構。喺而家嘅制度之下，新任行政長官其實已經可以喺佢上任嘅時候，根據舊嘅架構任命新嘅主要官員一齊上任，可以即時以自己嘅團隊工作。更改政府架構並非必須。政府總部要改組咁大嘅變動，又改變司局嘅架構，又要增設副局長、副司長，增加政治助理，每年要使多7000幾萬。好應該係由新政府上任之後親自提出嚟，親自解話，親自處理過渡嘅安排，唔應該好似而家咁樣隔咗一重，要由而家嘅政府去代辦。喺立法會秘書處提供嗰啲文件咧，都有提到回歸之後政府改革嗰啲歷程啊。我哋可以睇到咧，政府高層架構嘅改組都係由該屆政府任內或者係連任嘅政府咧親自推出嚟同埋執行嘅。而家會聽到有啲講法就話參考歐美嘅例子，新政府上任咧，往往都會任命新官員，同時改革埋政府嗰個結構。但係唔好忘記就係人哋係有真正嘅民主㗎。新嘅政府如果有重大嘅行動咧，佢哋係有民意授權㗎。即使而家新政府團隊強調佢哋話佢哋參選嘅時候已經做咗諮詢，但市民其實根本係冇機會去授權或者反對。而更加重要嘅係根本就冇乜人察覺到新政府團隊其實係有做過類似咁樣嘅諮詢。當公眾對政府改組嘅計劃有咁多疑問，而以梁振英為首嘅新政府非要將佢嘅第一個大計假他人之手代辦，係咪代表佢都好清楚知道自己係缺乏民意嘅認受性？希望而家嘅政府可以同佢分擔一下民意嘅壓力，擋一擋箭呢？如果係嘅話，咁以後其他嘅政策佢又可以揾邊個去分擔民意嘅壓力呢？多謝主席。好。